歡迎嚟到呢個講足球投注嘅頻道，我係沙維。呢個頻道主要想分享我賭咗20幾年足球，每年落注大約400場波，總結得嚟嘅一啲經驗同埋技巧。而呢啲經驗令我每年可以穩定咁從足球博彩之中得到6位數字嘅收入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都可以有所啟發。賭咗咁多年波，我睇到身邊絕大部分人喺足球博彩之中輸好多錢。佢哋往往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忍唔到手，咩嘅比賽都想買。每一場球賽都視作投資嘅機會，造成過度投注，輸錢又輸時間。其實一個星期有百幾場波，我哋識得分辨邊啲球賽值得投資，先可以喺足球博彩之中長勝。我哋要記住，好多時輸一場波嘅損失係會大於你贏一場波嘅得益，因為輸一場比賽最少都2倍賠率，但係贏一場球賽嘅賠率都未必有2倍。以下幾類型嘅比賽，我係絕對唔會落注。首先，對一啲自己唔熟悉嘅球隊，我絕對唔會落注。每一個人熟悉嘅球隊都唔一樣，咁點為之熟悉一支球隊呢？其實唔係要你識晒11個球員嘅名，但係你起碼知道邊個球員係主力，球隊嘅特性，佢主客場嘅成績，佢哋呢場波嘅真正心態，對賽往績。如果你咩都唔知就買落去，其實同去澳門賭場買大細冇分別。我哋千祈唔好單靠媒體嘅分析去買一場波，好多時都會輸。而一啲次級嘅聯賽，例如德乙啊、英甲等等，呢啲聯賽完全冇路捉。德乙早前有場比賽，排第1名嘅球隊主場可以輸俾第14位嘅球隊，而呢啲比賽嘅輸贏純靠運氣。而專業嘅足球投資者咧，投注一場比賽之前，絕對需要作一個詳細嘅分析。第二，我絕對唔會落注一啲友誼賽。記得有一年我喺主流聯賽度贏咗40幾萬，到主要聯賽咧休息嘅時候，冇咩比賽可以落注。我就落注咗一啲友誼賽，結果輸到 PK。我以為我落注緊一啲我熟悉嘅球隊就唔會有意外，原來係錯嘅。因為友誼賽係完全唔能夠預測，球隊嘅戰意又唔清楚，上半場出主力，下半場全部青年軍上陣，都時有發生。當然可以話你嘅球隊唔認真啫，對手都可以唔認真㗎。但係我哋就係要盡量將呢啲唔確定嘅因素減到最低，保本先至係我哋最重要嘅嘢。既然咁多嘢唔肯定，不如唔好搏啦。第三就係實力太懸殊嘅比賽，我都係絕對唔會落注。呢啲比賽通常強隊都會贏，但係賠率咧又唔會咁高，贏少少就輸多多，唔值得買。呢啲比賽通常都會開出上盤嘅。假設我自己咧就好少買上盤，因為根據我多年嘅觀察咧，長買上盤都係會輸嘅。呢啲強弱懸殊嘅比賽，我基本上唔會落注。其實一個星期咁多場比賽，我哋實在冇必要咧強迫自己上車。投注球賽嘅機會咧，永遠都係存在嘅。而最大嘅問題係，你會唔會將每一場球賽咧都當作機會呢？保住現金，等待適當嘅時間買入一啲自己熟悉嘅比賽，唔係勝算更高咩？仲有冇啲比賽你認為係唔應該投注嘅呢？請留言話俾我知。中意我今日嘅分享，可以按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係沙維，祝你贏多啲。